文化部拜六禮拜2天頭改佇咧台南舉辦第3屆國家語言法典會議，目標是要打造語言共存的友善社會。學者是表示講，雖然國家語言已經有制定相關的法令，不過佇咧公共領域，依然是以華語為主，英語輔助。學者就建議政府應該要由公家機關帶頭，提供母語服務。輕快節奏加上特色的在地唱腔，馬祖戲劇團帶來精彩的傳統表演，因在舞台頂展現家己語言的水。文化部13、14、2天佇台南國家美術館辦第3屆國家語言法典會議，以共創語言平權的台灣社會做主題，邀國內外相關學界代表鬥陣來探討語言復振的未來願景。教育部講，目前已經有400間幼兒園在推動母語沉浸式教學，佇家己嘛按算去做沉浸式台語基地，甚至嘛去國外辦台語認證，把我們的台語認證放到美國華府做了第1次。今年跟現場報告，我們要拓點，而且我們會繼續去做。台灣已經進入到一個多語言的社會，多語言也代表一種多樣性。你在美國吃漢堡，漢堡只有1種，可是在台灣不管任何一樣植物、蔬菜或者料理，它都可以很多種。這就是屬於一種文化，因為它也是一種國家的宣示。雖然國家語言已經進入法制化，不過有學者講，這陣公共標示、教育、醫療等場所，依然是以華語為主，本土語言也是真欠缺平等的對待。學者建議，台灣應該要制定國家語言公共服務標準，由政府機關帶頭示範，主動提供母語服務。咱佇公共場所無法度講的時陣，咱就感覺咱的語言無路用，咱對公務人員、老師無要求的時陣，伊嘛會感覺講我免教，所以咱來透過因去創造這個需求，甲使用的機會甲環境。文化部長李婉強調，講母語應該像喘氣共款自然，加上法案來推動，台灣已經進入一個互相尊重、多元包容的社會。政府講，中央和地方政府會繼續拍拼，落實語言保存甲傳承，建立一個多語共存的友善環境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